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情定咧讲，俗语大多数拢有倒句。少年若无一变讲，路边哪有有影讲？有影讲的讲，一变讲的讲，这两字倒句呢。搁来讲，少年袂晓想，食到唔正样，袂晓想甲唔正样，样甲想嘛倒句呢。毋过毋是有倒句的，拢总是俗语哦。亲像民间真侪人咧讲趣味的话。人一句讲爱水毋惊流鼻水，水甲水嘛倒句，毋过这无咧教化，毋是俗语啦，单纯咧讲笑话啦。啊，这咧讲啥？讲少年家小家人啊，冬天时啊啦，甘愿安尼领大甲笑笑，甘愿安尼写字屈甲挺挺。你叫伊讲吼，读一领外衫，读一领练嘛，伊毋啦，毋愿恁就一项啦，因为安尼较好看。人讲爱水毋惊流鼻水，对遮来啦。啊，因为讲倒句，你就较好记啊。国情就是安尼，四界听，四界记，所以当着真侪好朋友，当着我，讲我有咧看你的解文说理，国情老师你讲了袂歹，我毋是老师，恁才是老师，恁才讲台语的，才顶辈爸阿姆啊，恁才是老师，我是安尼记起来，认真去学，认真去查尔。毋则讲吼，研究台语，我讲一个，互你做参考，你着爱去听，着爱去认真对这老辈，跟伫因的身躯边研究，你毋通干那凭册要学呢，凭册咧学，有当阵啊看到会闹气。敢若绑伫咧即个册内底，无法度研究出伊内底精华。爱水毋惊流鼻水，这俗语册嘛无记载。过来第二句，我相信这吼册嘛也无人去记载啦，啊无那趣味的台语啦，讲参参册册对，参参册册，逐工时间到，转落去甲我看解文说理。安尼国情真甲你感谢。毋过即句原来咧讲趣味，你看歌戏、布袋戏，戏台顶听我叫徛出来，讲参参册册，后壁即句倒句落去。豆干切三地，册册甲三地，册甲地倒句啊！啊，毋过咱嘛知，参参册册就是下定决心，硬起劲家己要拼，代志要输赢。听我叫咧讲的讲倒句的，豆干切三地，豆干切三地，总开是偌济细条代志，也咧下定决心。吼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毋则感觉有趣味，互相对比，倒边讲，啊，搁倒句，互你好奇。即个话吼，伫民间安尼流传来流传去。册看无，你着爱认真去听，认真去学。安尼，咱听愈侪，记愈侪，咱的台语就会愈进步。啊，若干那看册吼，有当阵啊，咱意思理解错误，颠倒讲出来互听，咱就闹气。这是国情小小的体会，讲出来，甲遮乡亲士大互相做参考，互相分享。